咦，还是二婶奶奶？夫人不是讲伊走就走啊？安尼搁伫遮？敢讲伊是要倒来偷摕物件？袂，我赶紧做这代志哦，讲互少爷甲夫人知影。唉，贤水啊，那你是咧安怎啊？夫人，我嘛唔知我是安怎，我总感觉我心神不宁，我足惊。唉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啊敢做就敢担当。你是咧惊啥货？敢讲你惊小玉变鬼？哎呦，当你是咧惊啥货啦？你只不过是风而已嘛，把门关起来就好啊。哦，讲较你吼，实在是有够无胆呢，手无路用的，敢若风啊，尔都惊到安尼。好啊，无代志去困啦。吹上门来啊！小玉，我唔是特讲你甲你害死，你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元水，若是你害死，你去开门，你去开门，你去。不是，这不是我害死的，不是我。明明是你旁朋友害你的，你哪会讲不是你害死的？是你啦，是你啦。是我旁朋友害你的。对，迄人是你害死，你即摆惊小玉讲哦，这代志跟我一点仔都无关系，人是你害死的，若要找你，莫拖路啊，莫拖路啊，你紧去。啊唔过啥货啦？紧去开门啦！咱两个咧比来比去哦，嘛唔是办法，紧去啦！少爷，夫人，是我福啊啦！你这死啊！吼，你想要死啊？上3更半暝你是咧弄啥物？你是要甲你做我囝死上？歹势啦，夫人，还唔甲你交了，我是有要紧，就要你禀告啦。啥物代志紧讲啦？是啦，夫人，啊，就小的吼，拄仔咧困个走廊遐吼，发现着二婶奶奶挂伫咧锅顶出来呢。啊，夫人就讲，二婶走就走啊咧，啊，小的是讲较暗嘛，二婶奶奶搁出来。阿好，你讲，你对我看去，真正是二小奶奶小玉？是啊，无毋对啊，少爷。外口真虽然较暗吼，啊，毋过看一清二楚呢，是二婶奶无毋对啦。但是你讲起来，我都在怀疑，真正是小玉。王小玉，来呀！你好大出来啊！你出来给我变化吧！出来，你出来！你讲啥？你要甲上病？叫我你代志出去啦！是。夫人，真正是小玉来啊！要安怎啊？小玉，你在生的时阵，我唔惊你，你即摆死啊！我赶快无咧带你。免惊，人咧讲哦，鬼仔上惊光咧，你免担天光。来呀，别走！你哪有白讲啊？拢是你啦！你看，人咧讲，讲鬼。别走！这不关我的代志，小玉不是我杀的啦。无路用的卡小你，好，你做嘛来甲伊拼？你是要死啊哟！你无代志，你都问我病房叫谁创啥货啦？不是啦，夫人，我早顿拢穿好势啊，所以要请夫人甲少爷去用早顿。啥货啊？天光啊！是啊，天光啊。好啦，无你代志落去啦。是。总算天光啊吼！哼，黄小玉，是你家己逼我，再看我今仔日要安怎收拾你！
道长啊，这一切吼，拢都爱麻烦你呢。等代志若成功了后吼，我担当优秀啦吼。夫人，请你放心，兵都精通各种的奇门遁甲，掠鬼除妖这种小代志，找我就对啊。他问你要安怎对付小勇？为了漂亮离过来交了少爷甲夫人，兵都决定用五雷决定，小到伊魂飞魄散，永远不得超生。臭老鼠，你的心肝里面是过龙头，小玉一定死，还阁放伊出来，还阁有你。张天水，你的心是不是肉做？你为什么要来做？无，这款代志，拢有啥意思？我今仔日就要把你的心挖出来看卖。敢不是林文喜的性情？你哪来这？什么？林文喜的性情？听讲林文喜迄个小和尚无好掠，真歹对付。伊阁来插这件代志，恐惊的。道长啊，啊若是安尼，唔知我就通对付伊无吼？当然嘛会，兵都即摆就来去准备。李秀耀，你出来休息吧。冯秀耀，你要出来！冯秀耀，你要出来休息，我哋要回小高军队后。你是倒来要的想，竟然甲破坏本身你的作案。你是讲什么笑话？什么阮是野和尚？我是顶顶有名林阮是的和尚诶。对，就是这个情形。我甲你讲，阮两个吼，就是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公良啊甲不清啦。无亲像哦，迄有个乌心馆的妖道吼，啊伫这个所在吼，伫做妖法要害人呢。你对不起，竟然对本县令出言不顺，看我们来教死你！可是你这唔惊死死查某鬼啊！两位师傅，恁竟然离开这个所在，你唔是伊的对手，才互我来对付就好。无哦，阮哦，对这款咧破执心肠啦，我对吼，我都小有这种好人吼，互迄种妖道甲伤害啊。对，所以讲哦，阮就算讲哦，死伫遮哦，要保护小妖的灵魂，袂讲会受到二次伤害哦。对。既然恁这么有义气，那我就成全你，互恁死做伙。死查某鬼啊！你认输吧！你终于出来了啊！姚哥，你若要对付就对付我，莫伤害我的朋友。呸！你也无够资格甲我讲条件，你也是准备接我的五雷天火吧？校长，你跑回来！你跑回来！你跑回来！赞赞赞！把那个杂鬼杀死！小伟，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。哎呦，危险哦！小王，跟你走。我找到你！这样，公两百，我袂叫。走啊！相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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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心啊，相公，相公，你若无真心啊，哎呦，道长啊，阮相公敢有要紧呐？不要紧，你可能有惊到，你回力那份就会使，但不过可能走去。哈？啊，那你应该过会倒转来？这个放心，
迄个女鬼，予我五雷天火烧着，是走袂去。明仔早伊就魂飞魄散。